接着要讲古贤上师言教的在不共内谦心当中的，就是书本本身有共同外谦心以及不共内谦心。那么我们在共同外谦心的方面就圆满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今天正在讲那个不共内谦心当中的皈依跟发心，然后还有金刚萨埵门扎、上师有戒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圆满了皈依的部分，然后在发心的方面呢，就是也有那个前面有讲到那个十无量心的发心的，那么就最后的就是习无量心的后段，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要讲真实的发心的方式。然后讲课之前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次的，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要发菩提心。在天空无边的整个的这个虚空当中呢，就是有充满了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只要是有众生的地方呢，都是有在痛苦。所以在一直痛苦的这些所有的众生，都是曾经都没有一个众生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亲的。那所以一切我们的母亲今天在地狱当中，或者是在恶鬼当中，或者是在畜生道，不管是人间也好，阿修罗道也好，天道也好，一直在痛苦的这些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世今生的母亲，都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今生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在继续轮回下去的时候，她还要就是没有解脱之前，能够可以还需要下多少次的地狱，要变多少次的恶鬼，那么也是要会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一直不断的要痛苦多长时间。那么这些都是非常不定的，没有办法任何一个人能够可以在肯定的说他就再也不需要再下地狱等等的这些。那么我们今生呢，已经得到了一个人生，而且是已经得到了下面人生。那么这个来说到就非常非常殊胜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有轮回的苦海当中，有不断的在痛苦。那么这些这么的痛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好不容易能够可以获得一个人生，而且是在短暂的人生之中，我们遇到了殊胜的佛法。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极其的稀少，而且是非常珍贵，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一世的人生，为了所有一切在六道轮回当中一直痛苦的我们的这些父母亲，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殊胜的教法，能够可以在自他都能够可以解脱众生的轮回的苦害，那么就是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以这样来发心。那么发心后的呢，就是在听课前的一切的这些听课所需要的一切行为生苦于三门清净然后就是在过去跟现在，为了这三个实践的所有一切实践法的一切想法都要断除。那么认认真真的就是在听从上师所讲的法，然后在听到这个讲的内容以后呢，就也是并要发誓愿就是说我就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好好的修持。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非常重要的，不然就只是停一下，然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呢，那么在我们的修持呢，就是不是说是正确的一个修持方式，那也是不够正确，也可以说是不够那个圆满。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有目的性的，要有那个认真的有思维跟思考性的一种学习跟一种这样的修持来说到，那会达到就是同等的效果那么所有佛经当中所讲的一切的效果，一切的功德都是会达到同等的功德跟效果。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跟那个规划，也可以说是没有心里没有任何的目的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发心感，这些少许的发心感、少许的认真心的情况下，那也没有办法坚持，或者是这也是不是为了所有一切众生，这是为了自己。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又没有那么的圆满。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达到圆满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就是一直的，就是认真的要听课跟讲课，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能够为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能够可以有坚定心，对佛法以及对上师三宝，就是有坚信不渝的这个信心，不会退转的缘故呢，我们就一直要努力的去学习，一直努力的去看佛经跟佛书等等这些。主要的原因都是用意都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排除一切违缘，能够圆满一切的这个善的因缘。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就是我们需要做这些。如果是刚是一个成佛，或者是在刚是一个消除这么一切众生的业障的这种一个功德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佛说的每一句话，你只修这个就会解脱的，会成佛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大圆满法的任何一个仪轨，短短的一个仪轨，你就是专修这个本尊，专修这个仪轨，你一生当中修持圆满，你也一样的会解脱，一样的会成佛。但是它的功德上来说呢，就佛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助语，我们一生当中念这个也是一样能够可以成佛。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学习呢？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方法呢？因为众生的因缘是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过去的这些业力因果，那么过去受到的那种业感所修的福，这两个都是在同时出现的一个地方，就是六道轮回当中呢，唯一的就是人间是过去的善意。过去的恶，这两个果报都是同时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人生之中呢变化非常多，所以就是同样的，就人的内心的这个变化也是同样的会很多。所以今天有一个善的因缘，过去的一个善的一个因缘的缘分，今天就是会有内心当中升起了一个善的念头，然后就觉得佛法是很殊胜。那么在人生之中遇到佛法也是更殊胜的，所以我应该要好好的修。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这就是过去的自己的一个修善的功德，那就不一定明天会出现一样的这个功德，因为就是你过去每天做的事情也不一样。过去就是有造业的时候，有修善的时候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明天也许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修行也不怎么样，或者修的话也是今天不修也可以啊，明天修啊，或者是看什么时候，看以后先忙一下今天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甚至我可以今天先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个觉，好好的睡个觉，然后就是等以后就是比较不要休息的时候再来修行。会有这些想法，都是会有。那么更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会对上师三宝、对佛法、对传承，都是会升起一些不好的念头的，会有一些邪见之心，对金刚师兄也好，对自己修持的法也好，到最后对自己也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有这种严重的这种障碍会出现的时候都有。所以这些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都是必须得要知道。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只要就是考那个听闻佛法，就是经过闻思修这三个过程，就是圆满的需要圆满的部分圆满的原因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下，你一认识佛法，那么就是能够可以坚定不移的修持的情况下，那只修一个本尊就会圆满了，你得到一个本尊的法就可以了，甚至你得到了一个助语，就是相当于就是解脱助语，你就一生当中修持这个都是会成佛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在祖经寺里面呢，就是在我的那个就不远的地方，就是相当于也是一个邻居。
邻居的一个一个那个过去是有房子的，后来呢，走进市文革前这个改革后呢，就是就把所有的那些出家人住的房屋都已经拆了嘛。然后那个时候，那么就开始在宗教恢复，然后在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嘛，80年代的时候，那我们家里也是在走进寺里面就改了一个那个房子，那我就是在那里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旧的屋子，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老喇嘛们和一些老年人，那里呢就是他们就聊天的时候，过去呢就是这个屋子里面有一个修仙人，就是他专修文物本尊的信珠，我们红本尊摩托车大马是感觉到达到我们就他只念这个没有修其他的任何东西，就到就是闭关到多少时间，就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达到完完全全，那么他这个物质都是遮挡不了他的视线，然后就是里里外外都是变成透明清净的，然后他呢就是在走出来也是不用从那个门里面走出来，那就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就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小嘛，所以就根本的就成就跟什么就是明空无别啊等等正悟空性等等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很特殊，很特殊，就这样想，一直就是那个每次在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后来再开始学习那个文物本身的仪轨的时候，那里面就刚好有那个文物本身的那些老人们说的，我马洪波的这他马是感觉到他的，我们这个老红教，就觉得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很舒畅，我们去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想就修这个的话，就是我坐在屋子里面，然后就是外面的人都看得到，回头这样想，我们一些小朋友就互相讨论说，我们以后修这个的话，就是外面有什么东西都会看得到，会有这种。实际上修持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咒语，佛菩萨的这个佛法的加持力就是这个样子，很简单也可以能够得到成就，但是可以做得到这个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小时候只知道他是修这么短的这个咒语就达到那么高的效果，但是这个背后的他的这种精进性的努力，他是闭关了多少年然后就是加上他的这些传承和他的这个修持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这种坚持力，能够可以在那里闭关，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小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就我们在修持的过程也是经过这么多的努力感，能够需要在这个听课的然后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些然后这个跟学习跟解脱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直接的关系。学习佛法才是会最后可以达到能够解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引导。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你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引导去修持的情况下，再也不能成就。但是刚是学习就可以吗？那当然不行的。所以就是佛陀的教育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要经过的就是闻思修这3个所以我们前面那么就是在发心感，那么课前的这些准备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这个方面，我们也曾经想过，每一个课的前面都是有发心这些，好像都是重复的。那我们都觉得像这个就可能是有讲过一次也可以，这不需要特别多的，这边应该不需要特别多的开始会这样想。但是叶书生的上师嘛，这个讲课前的发心方面是讲的会更多更长，而且是更重视的。然后接下来呢，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课本里面的话，那就直接念下去，有听不懂的地方解释一下，一听不懂的地方解释一下。那就是有些上师的话，那就是这个解释的时候就是会搭配一些故事，也会搭配一些这个举例，就是在某某经里面说了什么如经云讲了什么，这些这个都是会搭配的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是不会搭配这些，然后就直接把内容就是听不懂的地方呢，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稍微解释一下，可以继续念下去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就是
给传承跟那个解释，但是前面的发心跟这个方面来说的就会非常非常重视的，会解释很多，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我们也后来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课，不光是在每堂课前面，那么我们每天早上都是一醒来的时候呢，先必须得要有那个发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概念。那么无论你能够可以发的菩提心是多与少，这是看你自己的心量和你自己的修持的这个成就的一个程度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修持者，所以必须得要每天早上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心里要想到的就是他人，能够可以想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已经是自然而然都有想到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有达到一定的效果了。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能够可以在坚持相当就是做一件事情，把它就是要就是会忘记的时候，就像比如说写那个怎么说呢行事历等等的，或者是那个设闹钟等等，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提醒的时候，也是我们会勉强不会忘记嘛，很多事情。就像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以这样来学习，那么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想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他人，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我们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能够可以再属于一次菩提戒、菩萨戒也是很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做不到的情况下，也是至少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上课之前你们念的那个发菩提心的，就是殊胜菩提心，这个就是有4句嘛那么这个再念一下也是非常好殊胜菩提心，一胜未推示是吧？对。是吗？然后未胜愿升起，不断愿增长。我们就是目前有升起的菩提心呢，就是不要再退起；然后没有升起的菩提心呢，就一天比一天要增长，必须一天比一天增长。然后呢，就是不断的就要增长，有这样的一个祈愿。那么这个4句是很简单嘛，很短嘛，所以就是每天早上念一次的情况下，也是功德跟效果都非常好的，那也是会非常殊胜的。自本作人着康着